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结束了上长的寒假，第25号迎接了高中及以下的开学。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也予各校严阵以待。会使看到，除了小朋友到学校爱量体温以外，校方现在也希望家长减少进入校园的机会，要将进入校园的人数降到上低。上午，市长王伟德也前往义在国小了解上课的状况，希望会使将校园的防疫做好。特别到学校来看一下学校新的防疫措施有没有落实，以及这个学生们到校的状况。那可以看到第一关，我们就先让这个家长以及陪送的人能够到校门口就谢谢他们，然后让小朋友自己进来学校。那第一关就用这个酒精来先让他们的手部维持干净，然后第二关再去量测额温。那如果发现有这个额温偏高，或是说有这个症状的，就先到旁边的这个筛检区然后这个再做详细的这个检查。那我想说，借着这样的方式，希望因为学校是同学呢来自不同的家庭，来自不同的地方，然后进到教室以后，希望说不要成为一个这个疾病感染的地方，然后再回到家里感染给家人。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我们遵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这个要求，然后由我们教育局统一召集各校的校长及相关人员来做 SOP 的这个示范。然后今天就是遵照了这个 SOP， 然后来做基本上这个学期都是这样子，直到这个疫情解除。未来1-2个礼拜，这个有没有新的病例数有没有大幅增加？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这个开学这一波就算是守住了。那当然，我们要密切观察、关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他们的新的规定跟新的措施。学校现在除了减少家长进入校园以外，也将出入口减少到1个，也则是2个。甚至连体育馆顶场地也无提供外借，就是要将疫情阻绝于校园之外。基本上针对规模比较大的学校，它的防疫措施可能需要的人力会比较多。当然我们就朝简化出入口。平常学校接送的出入口很多，那今天开始这学期，因为了防疫的需求，出入口就比较单纯，1个或2个。然后平常家长都会有时候送到教室来，现在家长以及陪送人士都是到校门口就好。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尽量这个降低它这个发生的可能。平常学校的一个礼堂啦，或是活动中心都会这个租借给社区或办婚礼或办活动，那现在也都一律不准。所以说，我们已经让学校尽量维持单纯，降低跟外界接触的这个机会了，这是第一个了。第二个，我们对于其他的这个疫情的这个掌控，我们当然是还是要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那虽然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说是出现2例才达到停课，全校停课的这个标准，但是我相信这个。民众自然会有他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基本上我们还是尊重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他的做法，但是我们必须重申，如果家长对于子弟念书上学是有疑虑的，或者他自己已经出现症状，或者说他们听闻学校已经出现这个病例了，那如果家长要请假，让孩子请假，我们还是要尊重家长的意愿。看到学校甲政府的防疫做法，也让家长感觉安心。然后我们就是把防疫的那个工作把它做好，那小朋友该戴口罩或者是勤洗手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要提醒小朋友，一直提醒他们对这样子，要相信学校，要相信政府义在国小的校长林志正表示，开学典礼也改成伫教室看防疫卫教的宣传影片，同时防疫的期间早会也会改成广播，或者是直播的方式来进行。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知名的古都马拉松，以着古迹密度上悬、甲传统特色美食作为重要特色，今年拄好拄着新型的冠状病毒的威胁，
也互参赛者比去年减了2000人。但为了做好防疫工作，市府也做出侪个措施。除了量体温甲加强消毒以外，比赛当天也将扩大起跑点甲补给品改用杯仔装等等。同时也拒绝疫情严重的国家的参赛者来参加，目的就是希望提供参赛者一个安全的参赛环境。非常具有传统的古都马拉松、半马，还有其他组的这个比赛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特别借着2月25号的这个记者会，特别宣示我们这个健康台南、健康的古都的马拉松这个举办的记者会。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这个金牌、银牌、铜牌的奖牌，事实上就是选手这个得标的最高荣誉。那今年的马拉松，当然为了防疫的需求，其实我们都做了充足的准备，不管是这个额温这个体温的量测，不管是这个出发的这个梯次，其实都有间隔开来。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健康的户外的活动，也是一个具有历史的活动，也是可以饱览府城风光的活动。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参与，不管你是来参加，或者是来参观，或者是来参加，其实都蛮适合的。欢迎来古都，欢迎来台南。这届市府也提悬了参赛的奖金，同时台湾在地业者也推出侪个优惠，参赛者也会使使用这届参赛的号码布前往购一免费来参观，要互难得来台南的跑友会使享受到台南无同的风情。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持续升悬，台南市长黄伟哲针对疫情的冲击，除了采取主动加提早预防的作为，另外针对居家防疫加隔离，嘛提供必要性的支持加关怀。为了强化受隔离者的心灵加精神的关怀，市府近日媒合财团法人主制慈善事业基金会，下午由执行长严博文代表上林来捐赠1300份的安心祝福包，同齐为居家隔离加检疫的民众加油打气。上人跟我们花莲的常驻师傅都非常关心，也是很关心大家，所以特别我们常驻师傅特别制作了茶树加有茶树的酒精可以给学生学校来做消毒防疫的工作。那同时慈济也非常关心大家，我们的志工们，还有我们很多发心的这些慈济师兄，他们也自发性的准备了一个安心祝福包，给这些暂时被居家隔离的这些乡亲给他们一些生活上的一些需要的东西。现在碰到了防疫，这个其实被隔离的人、被检疫居家隔离、被居家检疫的人，其实坦白讲，他们的生活不仅在精神上的压力很大，在物资的供应上有时候常常接不上来，所以这个很承蒙，也感谢这个慈济的师兄姐配合的我们中美制药厂的林董事长，能够适时的提供这个爱心包，这个叫爱心包吧，能够安心包，有爱心，有各位的爱心，他们就觉得很安心，所以能够让这个被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人，他有这个安心包，里面不仅有许多物资，还有许多毒物，能够让他们心里能够得到平静，能够让他们的实际的这个检疫的需求也能够得到满足。主制基金会所捐赠的安心祝福包内容丰富，除了有香鸡饭、五谷粉，另外有爱心关怀的吊饰、卡片、加静思语的袖珍本等。另外有这个公司赠送的紫锥花保健食品，希望借由爱心满满的物资加精神食粮，会用早日度过这个疫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延烧，台南市北区花德里长宋兰美玉特别结合立法委员陈廷辉、市员陈义丁联合服务处，免费发送次氯酸水。25号一透早，就来了真侪里民排队，等待要将这个具有杀菌清洁次氯酸水提回去用。我很感谢这个里长，这么好的服务，好像只有这一里才有，对不对？买酒精都买不到啊，对不对？然后所以我就听
听其他的里民讲，所以我就很高兴。外面酒精都买不到。对啊，所以说是很珍贵的一个物资哈，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防疫期间里面做好一个保健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一个对大家都很有帮助的。我们很感谢我们的里长还有我们跟这个团队。宋兰美玉里长表示，会有这届次氯酸水免费发送的机会，就要特别感谢沈姓领事杨彤、杨学子以及国际圆山总裁杨志祥先生的帮忙，才会当促成。杨董事长，他就这个大姐就跟我讲说，他们有跟那个旺集团的水一样的，他们是大概50%，那他们这个现在这个水是。那个次氯酸水是60%的，它比它还更好。我说那我们何乐而不为？我就赶快来跟他们联络。已经联络了2个礼拜了，他们就是很多啦，议长那个副议长，还有一些议员，他们都有争取到。那我也说刚好杨董事长他们这个机构这个团体，他就是集团，他们也是说那乐意帮我来争取到这个。让李林，他今天早上8点半就有人来弄了，就大概到现在目前有200个人来装水。另外，对着次氯酸水安全性，宋兰美玉里长嘛表示，这种比一般的清洁剂较安全，厝内底有囡仔嘛会当安心使用。那个水可以喷到眼睛，也可以吃到嘴巴，不是说就是可以整瓶给他灌在嘴巴，那是太夸张了。就是说稍微孩子。可以弄到的是比较安全，然后你就是用喷的家具，不用抹，你就是用喷的，然后就是说地板那些洗手。那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戴口罩过，我们的幼儿园也没有戴口罩，我就是全部每天就是想到的该喷，我就觉得蛮安全的。我这里这次总共准备了4桶的次氯酸水，让里民免费索取。民众若是错过今日的机会嘛，无要紧。花德利办公室伫26号上午，阁会发送一届，欢迎大家自备无透镜的容器，前往索取。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一位45岁男性，因为放尿失水较轻，加上腹肚胀，前往基密病院检查，发现是罹患酒精性肝炎，造成肝硬化，严重到必须要换肝脏。但因为男性一定等袂到大爱肝。互伊43岁妹妹相当唔甘，决定要捐出家己的肝脏来救阿兄。但因为陈小姐本身也是4型肝炎的患者，袂使捐肝脏，病院最后决定先将妹妹4型肝炎治疗好，才来进行肝脏移植手术，成为率先全台的案例。女性的捐赠者，因为她是吸肝的代源者所以理论上是不能够当做活肝的捐赠者，所以我们就先帮她做吸肝的治疗。那目前为止有所谓的这个直接病毒治疗的这个药物，叫 DAA 的药物，它也号称说是口服的这个吸肝的特效药，然后大概是治疗3个月，就可以治愈。那它治愈率可以达到95% 以上。我们去找过文献，在国内确实是没有人报过，在国外也很少，也都是零星的报道。但是几乎都是因为在国外，他们这个活肝比较少，大部分都是大癌肝。那大癌肝的话，基本上就是我刚讲的，除非这个接受者他是很危急的急性的肝衰竭，他如果没有接受肝的话，他可能活不过1个礼拜，活不过1个月。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就是用吸肝的捐赠者因为你将来还是可以有很不错的药物可以治疗它，所以对这种病人的预后是还不错的。手术成功得到终身机会险的2个人，在记者会上欢喜找家人哥庆祝，并衷心感谢基密医疗团队的用心照顾。我要感谢妹妹用这2年来一直都天天照顾我，然后也谢谢这个孙定炳孙主任的医疗团队，所以说我才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大家讲话。以前都是哥哥在照顾我陪伴我然后现在哥哥有需要，也愿意扶持哥哥。基密病院嘛提醒民众，随着医疗科技进步，治疗病毒性肝炎已经有真大突破，而且现在对着肝炎的治疗，也会当用健保给付，呼吁民众爱及早检查、及早治疗。C型肝炎目前在卫福部就是有正在推动这个吸肝的治疗，而且要将我们台湾的吸肝在2025年能够把它根绝
那现在西干其实已经健保都有给付了。那我们的陈小姐那时候，就刚好就差1年了哈，所以她还没有达到健保给付的条件，因为肝脏很好，所以在2年前呢，健保还没有给付在这样的一个区块。目前西干治疗是如火如荼的在推动我们国家的政策。那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案例，能够提醒民众能够针对C型肝炎早起来，早一点去参加一些筛检，可以找出C肝病毒。那目前政府也提供免费的治疗，健保治疗哈。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预防肠病毒，常常我们会教小朋友湿拖冲捧擦，其实现在也是一样。正确的洗手方法是用水弄湿之后，手背要搓一下，把所有的可能沾染这个病菌的地方，或者是飞沫的地方，或者病毒的地方，都要搓干净。接下来把手洗干净，洗完之后呢，这个水龙头也要冲一冲。接下来把手擦干净。噔噔。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大，如果你的亲友从中国回来，请提醒他们，返国14天内有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请拨打1922防疫专线，提醒国人注意防疫资讯，避免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请大家勤洗手，有症状戴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308，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你刚从中国大陆回来吗？特别是武汉地区，提醒您，入境如有发烧、咳嗽或呼吸急促等症状，请向机场或港口检疫人员报到。入境14天内如有出现类似症状，请立即拨打1922防疫专线，我们将有专人协助您。就医时务必告知您的旅游史、接触史、职业别及有无群聚现象。勤洗手，咳嗽戴口罩，保护你我健康。延续去年后壁区甲咸水区以后，新跨区嘛立选2020年经典小镇，对台南推展观光嘛是一大行销焦点。其中区内全台第一座水库河头比，对2月14号到27号这波因应情人节所推出的2人共行1人免费，确实收到效果，并无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根据管理所表示，除了游客成长超过1半以上，营收的成长嘛将近5成，所以因这2礼拜连续假期嘛继续推出优惠，欢迎民众走出户外来享受大自然。刚好最近也是大家所关心的新冠病毒的肺炎的期间大家也都有些时间的话都会想到户外去走走那接近大自然，也增强自己的免疫力。那虎头埤算是在我们台南近郊一个相当有历史的风景区，那也非常适合来这边包含健行包含来这边烤肉、露营那我们还有一个全台第一水库的水域在这边脚踏船也可以来这边尽情的悠游那所以我们在这个228连假这一段期间就非常欢迎各地的游客可以来到我们虎头埤这边来享受山光水色的美景。在这一段期间我们因为这个露营的家庭式的我们是想说让各位游客来到这边如果进来我们是一顶就可以再加这个一个帐篷的话我们提供这个脚踏船的优惠给大家所以也欢迎各位在这边来露营的时候也可以来这边踩脚踏船。
另外，为了响应行动支付减少提银角啊现金消费，好乐比嘛推出使用台湾配好康，希望带动游客观光。因为现在行动支付也算是非常多人在使用我们也有推台湾配的这个行动支付再来也就是说，这个武汉肺炎大家也可以减少这个钞票跟钱币的使用那所以我们推就是两人来同游的时候你的入门票跟这个脚踏船我们原价是360块我们就是优惠为200块那就是邀请各位也来这边除了可以来欣赏山光水色之外就是来踩脚踏船也是一个健身那欢迎大家利用228的连假那接下来的这个期间，这是春天来春游虎头埤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虽然面对武汉肺炎的防疫期间，不过空旷园区唔惊人客人，非常适合亲自出外露营野餐。观光旅局嘛表示，会加强环境的清洁甲消毒维护，借此鼓励民众利用228连假得到亲近大自然。台南新闻管及何超邦采访报道。228连续假期要起到，来到台南后花园之称的新华区，除了感受新华老街巴洛克建筑风情，甲侪侪美食花手礼以外，其中位伫老街附近的大目港文化园区，嘛是一大特色景点。园区当中除了充满日本式建筑，甲天然的造景相当舒适，也找一只大龙猫相当高水，吸引外地游客专工前来。就是可以推荐大家来新华这里走走，虽然说现在疫情就是好像在台湾来讲还是有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像新华这里就是有很多就是什么日式建筑啊，都大家可以来走走，放松心情，然后不要对疫情太严重，然后我相信我们台湾可以就是平安的度过这一次的疫情这样子。另外，园区当中，伫1924年成立的新华武德殿，曾经是提供军警、学生甲青年团练习柔道甲剑道使用。武化宫伫2012年修复完成以后开放参观。德兰职工表示，这除了依照原貌修复，上特别的就是地方保留古建啊结构，成为全台唯一，邀请民众来深入的感受历史。我们这个是全省唯一把它维修跟原来的有弹簧的弹簧地板，民众只要来体验，就是体验这个地板会有弹性。您刚刚有体验到嘛？对，现在是我们全省唯一只有这样。那为了要保留这个历史建筑，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武德殿的弹簧地板只供民众体验，不供练习。但是我们有分作两边，我们的武德殿有分作两边，那一边是剑道、跆拳道、合击道，现在还有成大的剑道社跟我们新化的有小朋友会来这边练习。我们现在最主要，我们现在有一个我们的新化武德殿，这个是全省唯一。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唯一，就是我们的外墙都保留到原来的檜木的。木板的，其他的武德殿，假如有像这样的建筑他们都是用水泥的。新华武德殿现在已经搭伫新华大目港文化园区当中，下晡定期举办静态展示，借此互民众认识新华的产业文化。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